可能是在喷洒肥料，不，有可能是喷洒那个福寿螺的叶，刚插过秧的，很嫩啊，秧苗很嫩啊，可能是在喷那个黄福寿螺的叶。怎么下降？无人机怎么降落？无人机也是背很重，25公斤还是50公斤的？25公斤就已经很重了。国家图书馆在前方，家乐福的西边，这里长荣路。